台北捷运石东线今仔日开工啊，预计呢，伫2032年就会当来完成。在地里长其实拢真期待这捷运呢，会当来改善实际的交通状况。即马为着要来减少时间的交通黑暗期，新北市府是先甲这个石东线的主干道，也就是吉林街加混跨，即马变作是16米。请祝福地产开工顺利。乌图代表开工。设置民生线在地化23年，经过800几3市甲交通部会商，分割做石东线甲民生线各自推动了后，石东线3月20开工动土，会加做串联北市基隆的关键捷运路线，预计2030年完工。上下班都非常塞，有捷运的话，交通便利的话，当然。开车的人就少，盼望这个捷运已经盼望20-30年了哈。现在汐止的人口数有涉及户口的将近21万多，那不在籍的也有5-6万了，加起来有27-8万。石东线东边连接未来的基隆捷运，西边延伸台北捷运民生线，设有6座高架车站加1座机场，全线长度大约是5.56公里。路线经过内湖东湖站、往东沿途经过吉林街、东兴路、大同路、新大高路到设置区公所设置终点站。目前我们的汐东线全长大概5.56公里，有6座的高架车站及1座机场。那预计在2032年10月可以来实质完工。也不过设置内湖路段本来就真太外界也关注，石东捷运施工期间的交通黑暗期安怎克服？在这段时间，我们不断在先期工程能够先完成，就是希望冀东捷运在施作的过程当中，可以减少交通的黑暗期。那未来在整个交回计划，我们会不断的做好滚动式一个检讨。为了减少交通黑暗期影响，新北市府已经在石东线施工主要干道吉林街。先施作道路拓宽工程，为完成6-8米拓宽到16米，希望维持原本交通的状况，减少施工期间的影响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